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这个是咱做伙来献开圣诗，成圣诗第4首，旧圣诗58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请会众起立，大音专首。徛伫来做咱信仰告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的信息的头一面的部分，咱来先着咱做伙来读来请。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到万有的合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是因审判甲拯救，因请至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变是伫第死过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让咱中间小事约翰，互咱平凡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归来，万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咱信仰甲生活的准则。万信教会是上帝启示的团体，来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得救本平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痛甲受苦，来成做500的记号。万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即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心的生活，归应光上帝。万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丰富，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要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因素，破坏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伐。
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世界成做幸福，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各位请坐。下面是课印，咱来看课印文，是圣诗57篇，是圣诗的后壁面的部分。咱若显着，我来刻，大家来印。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了。伊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枝，互人迄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咱做伙同心压头来祈祷。是阮天父宝贝上帝，我满心的感谢，感谢你恩典，佮带领阮进入新的年度内面。也感谢主保守看顾，互阮佮经过一个礼拜久的时间，搁一摆用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你面前，用诗歌、用祈祷、祷告，也感谢主的恩典带领，互阮伫每一个当中，拢有主你的平安甲喜乐。在新的年内面，有新的愿望甲希望，也搁一摆将阮旧的批拢会当来等结，会当搁一摆用新的批拢来缀新的酒，搁一摆有主你来充满。有主你来帮助，也有主搁一摆来祝福伫阮的顶面。刚才有做的真正挑战，但是我若有缘，会当专心、共心一意来跟对主你的脚业来学习。每一日有美好的关系建结，每一日拢会当照着主你的话语，真做阮的帮助。互阮搁一摆伫新的年内面的每一日，拢会当来天条我靠伫你。今日我若搁一摆。用欢喜的心灵、诚实来敬拜阿罗你，也搁一摆将阮的一切也恭敬交托伫主。刚才有真正有挑战，有学担当、学重担的，但是我若有缘会当一无挂虑，凭着主你会互阮的信心、甲气力、甲智慧来面对这个挑战内面，也有主你搁来亲自预备带领，也阮今日主你会敬拜一切，也摆伫恭敬伫主你手中保守。阮会当每一个人拢有主你的灵伫阮的中间，阮会当搁一摆拍开阮的心门，领受主你今日搁一摆要对阮每一个人所讲的话语，互阮得到帮助，得到帮助，互阮搁一摆将阮今日的敬拜恭敬交托主，满心的感谢。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的圣主名来恳求，阿门。是学乐，今日是圣歌随所带来的诗歌，这是天地世界。
感谢圣歌对伊所带来的美好的歌声，愿一切荣耀归伫咱阿爸爸上帝。这是咱做伙来公守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好，咱现着咱做伙来读来请。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也有侪体。个身躯的体虽然多，总是一个身躯。基督也是安尼，因为咱众人无论是犹太，也是希利尼，做奴才的，也是自由的，拢捌受洗礼伫一个神，来属伫一个身躯，也拢总捌啉一个神。因为身躯毋是一体，是侪体。实事他人讲，我因为毋是手，我互属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互属伫身躯。实事伊若讲，我因为毋是目睭，我无属伫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实事通身体是手，对骹落会听；若拢是耳仔，对骹落会鼻。若是上帝照伊所爱，将这事呢安排伫身躯，大体拢是一款。就身躯伫骹落，总是甲体是侪，也身躯是一个。王主会对对手讲：我无欠用你；头壳也无会对骹讲：我无欠用恁。毋然安尼，身躯才会体较做较软者的，搁较会无力。搁咱看做身躯较无对义的体，咱就装下，互因较自律，也较无文雅的，因较文雅。因为咱文雅的体无所欠缺，独独上帝调和身躯，伊有欠缺的福法，互伊尊贵。免得身躯无三拍，是咧互百体平平三贯度。受苦，百体受苦，一体受阳光，百体受快乐。恁遮个是基督的身躯，是个是做体。好，以上，常常地祝福有才会语来行的人。下面是牧师讲道的时间，今日牧师会讲道的题目是“甘心服侍”，将以后时间交咱做牧师。请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三个组织特别要对你的话。三较直接来学习，主可以当互阮伫你话顶面有更较清楚、晓悟、行达，特别是真理的追求顶面，更加来看见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会水较好。阮常常伫遐来经验到甲上帝你即个亲密的关系，特别伫阮今日的敬拜中，更加有上帝你伫阮的中间，阮三个伫遮会敬拜。
拢领受你大大的恩典，就满满伫阮每一位兄姊妹身上。但即时阮要对你的话相学习，主可你会当互阮听谈你的话，行踏伫你的话的顶面。阮是要对你的话相学习，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来平安。咱今日教会要举行即个团契会长的就任式。因为咱知影团契会长的就任式对教会来讲是非常庄严，佮意义重大。因为这代表教会要授权伫遮的团契的代表，是讲咱的干部会长，互因会当伫一年的中间，特别是这个新的一年，因所扮演的，特别对教会的发展，这么相当重要的职分。而这个就任式对当事者来讲，更加是更较具备有重要意义，因为因要伫遮来领受上帝所交付的职责、交付的责任，负起协助牧师、协助长职、推行教会各种的事工的责任。当然，因会伫时间甲精神的顶面付出，也一定非常的多。总是咱只要心存基督的疼，以及基督的心做心。伫即个信仰生活中，学习活出基督的款式、基督的疼。特别伫即个人甲人的关系中间，学习了包容甲关怀。牧师相信，必定当对即个学习的经验中间，互你的性命伫遮来成长，并且会当领受更较侪丰盛的恩典甲祝福。咱对今日的圣经节，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甲27节，使徒保罗伊伫遮来描写出一幅极水的教会合一的画面。咱搁一摆来想看卖影。我毋知影今日来教会吼，当然有人足早就来啊吼。但是你若差不多伫一般时间，若有人伫遐咧服侍，下面敢有人咧分周报，吼，我相信。应该有看到有人咧分周报，伊咧分周报是毋知有甲你请安无？那应该有啦吼，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搁来到咱礼拜堂，咱有看到边仔这两盆花无？吼，这拢是有人伫遮呐服侍插花，特别咱有看到头前有音响，有遮个电火，搁这麦鼓，拢准备好，遮个。伫礼拜前的即个准备的工作，拢是要互咱一礼拜到即个礼拜堂，就当安静心来亲近上帝。第一拄啊，献歌队真正唱出真正水个好的歌，咱的指挥、咱的司琴，还是咱的司会者，以及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尽心伫遮咧服侍，伫遮咧行做，这一切拢要互咱。伫即个所在，即场庄严佮神圣的礼拜时刻，会当用上好的方式呈现伫上帝的面前。兄弟姊妹，咱来知影讲，一场的礼拜对开始到结束，有偌侪人参与伫即场的礼拜嘛？今日连伫即个所在，恁来参加即场的礼拜的恁，咱也是共阮有份。参与伫即场礼拜的服侍，因为礼拜本身就是服侍上帝的一个方式。亲爱的姊妹，今日咱教会的时间已经属于整体的参与甲服侍，需要每一个肢体伫遮的参与。正像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甲14节所讲的，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要做体。个身躯的体虽然多，拢是一个身躯。基督也是安尼，以咱众人无论是犹太也是希利尼，做奴才也是自由的，拢捌受洗礼伫一个神来属伫一个身躯，也拢总捌啉一个神。因为身躯毋是体，是做体。所以咱知影今日的社会已经是一个什么？分工合作，吼，还是讲伫这分工
幼岁的一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专业才调，以及所负责的所在，检测所负责的部分，只是伫即个社会来讲，伫即个团体中真小看的一部分。检测是人无注意到的部门，也是不可欠缺的一部分。我会记得以前有看过新闻讲，一台飞行机，我相信咱应该拢捌听过。飞行机若失事报告，你敢知有啥失事报告无？有听过无？啊，是安那？一粒什么？一粒细细螺丝用送去，啊无注意啊，规台飞行机失去控制吼。咱若捌看过讲新闻讲一个装潢真水的餐厅，哦，装潢甲足水的，结果若雅实煞袂记咧安怎，关又好，还是讲漏开吼，甲叫产生一寡意外，吼，不可弥补。遐姊妹，咱毋通掠做小小看看的代志，这小细节无重要。就是有时因为咱人对这小小的细节伫安那无去注意，至到造成变成一个什么大的问题。我会记得少年时，若定定跋倒吼，囡仔跋倒吼，爬起来就安那，就好啊，对无？敢会安怎？袂安怎？但咱已经年纪大吼，敢会当跋倒？袂当跋倒，所以咱爱真小心细腻，拢共款。这是一个咱会当知影的。所以有时伫今日社会内面，即个专业佮分工的社会中间，有一部分的人会解释，可能像即台飞行机，伊的外表非常的水，外形非常的水，也有一寡检测是内部一支安那小小的细支螺丝，总是各部门的每一位，拢是必须尽伊一己之力，互家己的积分会当做到真善真水，才当有整个的团体会当安那伫遐愈来愈好，愈来愈进步。所以咱今日教会也是一个分工的教会，中一会中间的每一位中职，拢有时间的分配，会友要伫遮来做出服侍的工作。特别咱知影咱的教会有几个团契，助理哦。青少课、社青、妇女、抗日、双年、献歌队、赞美团，咱目前有这个团，还有小组对吧？特别陈老师出来迄个拜三新安宫小组，而且咱即摆什么 RPG 基督小组，咱有这个团契，这个事工，有什么？咱即摆后壁美玲因咧做什么？交代的工作个即个茶会，是咱若做这样去探访咱的书会、咱的影音、直播等等的服侍。教会每一部门拢爱需要有人愿意出来，对出来直接来服侍，甘心乐意奉献伊的时间，甲伊的金钱来服侍。因咱知影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摄影。当今日的社会已经进步到多元化发展的形态，教会应该爱好像一个领头羊领头羊共一样，发挥应该有的功能甲影响力，用积极的信心带动社会看去正面的毋茫。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我拄仔拢袂记词上帝已经将伊的什么？伊的启示，已经上好的祝福，显明伫伊的教会中间，对咱遮受伊竞选的人的中间，并且伊也伫遮甲咱交代交代咱着安那，将即个福音的奥秘安那，宣扬出去，传扬出去。所以今日教会无应该只是伫礼拜日才开门，互信徒来参加教会礼拜难定。教会应该互结合每一位信徒的恩赐才调，深入关怀社会
人心灵的需要，提供适当的协助管道。正1500多年前，咱翻译者来台湾宣教的宣教师，那亲像台湾的竞赛，秋帆什么人？马街介水里牧师，个乐山即个麻风病的迄个开设者戴仁修牧师，也是拄仔来台湾宣教，即个吴威廉牧师、宋雅各牧师等等。因为看见台湾社会当时的医疗甲教育顶面的需要，所以伫遐来设立病院、设立学校，互无数的台湾同胞伫中间得到帮助，也引带侪人伫遐来认捌上帝、相信耶稣。特别咱今仔面对疫情后的台湾社会，所需要的到底是啥物？基督徒伫即个时代会当做啥物？教会如何运用着信仰的气力，来帮助即个物质丰富、心灵、精神是非常的欠缺，会讲丧向的人呢？这是目前咱基督徒甲教会必须深深来思考的一大问题。伫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安尼甲咱讲，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其中第一大的就是仁爱。所以教会需要用信心、望甲听心，帮助咱台湾百姓行过疫情后的即个恐慌惊吓。求上帝赏赐咱有智慧的心，发挥基督听的气力，互基督信仰成做支持社会稳定的气力，帮助咱台湾社会按照上帝水个好的旨意，伫遐来进前行。15节甲16节，安尼甲咱讲，设施骹若讲，我因为毋是手。我无属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说书兄若讲，我因为毋是目睭，我无属伫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使徒保罗只解释讲身躯中的机体，因为彼此间无共款的功能，比较有纠纷，却袂当因为安尼时就讲家己。无属于身躯的一部分，兄弟姊妹，咱会当伫遮同心服侍，乃是因为咱是同属伫一个生命的源头。咱是同属伫一个生命的源头，就是咱的上帝。咱拢是互咱的耶稣基督的听，伫遮呼召，伫遮来服侍伫伊的教会，共款。属伫基督的机体的基督徒，有时也因为一寡想法、看法、做法，是讲观点无共，比较有无共款的意见，小可有啥物的？小可有一寡辩论啦，一般讲是争执啦，总是咱知影，咱因为共属伫一个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这种一体的关系，正亲像。火洋伫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咱来想看卖影，离开身躯的了后，单独的手还是目睭会当做啥物呢？离开提供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基督徒佫会当做啥物呢？亲爱姊妹，咱身躯顶面的每一个机体，拢有无共款的功能，看起来是每项拢是独立，其实。却是个人斗阵，是需要彼此伫遐来配合搭配，互相需要的一体关系。当属伫基督身躯中的每一个机体，基督徒也是安尼生。现在有人会对人、对事、对物的观点、做法、看法无共，比较有无共的意见产生。总是咱知影真侪角度。迄时间有时是角度无共，咱就即盆花放伫即个所在，前看、后看、倒面看、正面看，每一个角度你看会
角度拢无共，看到部位甲感受也无共，总是伊共款一盆啥物诶，已经插好诶花放伫遐，伊并无移动，无震动，只因为欣赏诶角度无共，感受也无相共。咱知影最近新闻吼，还是讲媒体咧讲去一起发光教会，有无？哦，大家拢真，吼，拢感觉真关心吼。因为内部的问题，所以伫媒体顶面闹甲真闹热。其实咱拢需要为着因来祈祷，咱来求上帝帮助这间教会的牧者有智慧，会当好好处理，或者的纠纷会当紧紧来停煞。我常常爱讲，有时咱在学习耶稣啦。你知耶稣伫即个审判中间有讲话无？伊敢有讲话？为什么伊无爱讲话？因为伊若讲一句话，拢有正面甲反面，对无？伊讲要创啥？讲了，捌的人、知的人知，毋捌的人、无了解的人，安怎共款毋知？所以咱的社会、咱的世界，耶稣的时代也共款。所以有时要安怎共讲？但只有伫好面顶面，伫遐来宣扬，伫遐共讲。伫好一面中间，伫遐来教育，伫遐互信仰更加灵密。咱互咱教会着怎样做，才会当合乎上帝的旨意？我想这是一个真重要。所以咱用祈祷的心，为了这项事来祈祷。因为即个咱共属伫身躯，基督的身躯，千万毋通伫即个啥物牛条内安那，牛公安那。搭牛某吼，互外邦人看做笑话，这是真无好诶。大家伫基督诶听诶内面，提供家己所看到、所经验到诶宝贵意见，互相帮助、互相勉励，爱互基督诶教会，以咱伫遮会当心服侍，而更加活泼有力，也互咱诶生命愈来愈安那，愈阳光个愈美丽。会当伫遮来应供上帝，咱千万毋通伫遐落去摆烂，见小主的名。伊遮的将来，咱爱伫上帝面前啊啦，爱高效。18节讲，若是上帝照伊的所爱，将遮的体随个安排伫身躯，有时咱会对家己啊啦的能力。会讲对伫上帝安那会安排，有咱家己的啥物想法甲判断，掠做家己适合啥物，无适合啥物。刚才咱伫遐想家己之间适合啥物，教主哩学。所以当人邀请讲咱来协助青少年的事工的时，伊就伫遐一味安那推时，袂晓袂当啦吼。有时咱检测无清楚家己的运势伫倒落。毋知咱家己会当伫教会内面做啥物，也需要啥物款的磨练，总是咱会知上帝知，咱有啥物款的潜在能力，也知影咱适合担任啥物款的角色，更加清楚咱所欠缺的磨练到底是啥物。因为安尼时，伊会安排适当的服侍工作，互咱会当对中间学习到。服侍甲操练，所以当咱接到一份新的服侍时，千万毋通安那马上推辞讲我袂当，我无适合。罗马人书8章28节咧甲咱讲，果咱知万安事三角来，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得照伊所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所以咱无论受了啥物交托，还是啥物款的职分。咱只有啥物诶？谦卑顺服，真心来做，无需相信。这学习甲磨练，对咱诶生命诶塑造必定会有真大诶帮助。因为上帝袂互这诶磨练浪费掉，必定拢有利益。检在新诶这份拄啊接到诶时，感觉真困难，真无好做。
这是因为新的积分必定面临新的挑战，总是咱来知影的。毋是你家己咧做，是有啥物人？是有上帝甲咱斗阵做。啊，个你毋是孤单一个人，啊，个你的同工伫遐来陪伴你斗阵做。所以咱都要求上帝帮助咱，都要相信上帝稳定教育咱用，信心会有人充满着能力，互人伫无有毋茫的时，犹原心存毋茫。也因为安尼生，咱必须要有信心，相信上帝必定有水果好的安排，耐心学习，相信咱必定会当对这个新的代志、这个服侍顶面。得到上帝加倍丰盛的祝福，兄弟姊妹，身躯顶面的每一个机体拢真重要，拢是安那不可代替。目睭毋是手，袂当代替手的功能；头也毋是骹，袂当代替骹的功能。也因为安尼生，目睭袂当对手讲我无需要你，头也袂当对骹讲我用袂着你。每一个机体拢有家己特殊的功能，是别个机体所无法度伫遐代替。共款，咱每一位拢是上帝特别所拣选的，也拢有上帝互你、互咱特别的恩赐，是别人无法度代替。所以伫这多元化的教会，真正需要的是侪无共款恩赐、无共款才能的人共同来服侍。人拢是真有限的，咱也知人有时真软正，人的时间也有限，咱的精力也有限，能力也有限，无法度每一件代志、每一项事拢会当家己来，只有结合无共款的恩赐、才能的人，才当发挥真正强国有力的气力。所以同心服侍，同工。有重要无？同工是真重要，所以咱要怎样来操作帮咱的资源，真重要。这种适合的人，放伫适合的所在甲位置，这领导者必须学习的智慧。所以咱来求上帝帮助咱，互每一个人拢清楚知影家己的恩赐，愿意奉献出来，互上帝使用。特别伫教会内面，斗阵分工合作，同心服侍。安尼是上帝圣工，才会更加哪，才会当更加兴旺。23节甲22节甲26节，保罗伫遮讲到肢体甲肢体之间必须要有归属感甲认同感，安尼才会当产生彼此的尊重，甲彼此同心的感情。问题咱知影身躯中的任何一个肢体受到影响，其他的肢体也同款会感受到。譬如讲，你的目睭若袂爽快，其他的肢体敢会爽快嘛？我相信同款拢袂爽快。所以犹太人法典内面有记载一个真，做虽然毋是现实，总是却具备有真大道理的故事。伊有一个假设性的一个问题，安尼讲。讲一个婴仔若出世吼，伊有2粒头，吼，咱这有一款三头鹰有无？讲伊有2粒头，哎，这个婴仔是算一个人，还是2个人？安怎判断？但是伫这犹太人的法典内底，答案真明确、真清楚。伊讲安怎？这粒头的顶面甲滴啥物？滴一堆烧水，烧水会烧会烫无？小可会烫啦吼，啊，滴伫这头壳顶面，这个边仔这粒头来换好吼，这个头啊，这个什么？这就是一个人啦。虽然是2粒头，计一个人吼，哦，这是一个真特别吼。敢若反转呢？滴烧水伫这头，啊，这拢无感觉吼，哎，这是什么？这就是2个人啊，吼，真特别吼。表情、脸貌拢无动于衷吼，啊，这婴仔就是2个人吼。兄弟姊妹，同心服侍，就有这种，若一体受苦，
百体当受苦，一体受阳光，百体当快乐，会认同归属感。其实做个牧师若感受到咱的信徒、咱的会友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无论人甲人的关系，是讲真侪伊爱面对的，敢若家庭人中间出代志，有时想要甲解决，想要甲帮衬，毋是人所会当去做会到的。但咱只有伫陪伴伊，替伊祈祷，伫甲鼓励，当然会当有气力，会尽咱的本会当甲斗相共的，互伊来行过即段痛苦的时期，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是具体内底真单纯的，用上简单的例子，咱厝内的人伫学校，还是讲伫公司的表现，那互人学落的时，你厝内人会感觉安怎？会感觉欢喜无？我相信拢会欢喜啊！有人互人去用骂甲臭头去，你会感觉安怎？你的心也真软志吼，安尼咱会感觉真艰苦心。共款，若有人学落咱后部教会，咱伫遮敬拜每一个兄弟姊妹，你会感觉安怎？会欢喜无？我相信咱会真欢喜，会感觉真阳光。敢咱若教会有人批评咧，骂甲不得不切咧，你的心内会欢喜无？我相信已经真艰苦心，因为咱拢是真正是共一个教会，去当一个大家庭的一份子，一家人。其实这一体的归属、认同感的中间，比较甲学你做到的，确实搁最需要去做，就是啥物？就是关怀看顾这个比较较软弱的肢体。使徒保罗这样讲，毋若安尼，身躯才会体。看做较软正的，搁较袂无伫，搁咱看做身躯较无贵气的体，咱着装他互因较尊贵，也较无文雅的，咱互因搁较文雅。因为咱文雅的体无所欠缺，独独上帝调和身躯，你有欠缺的，益发互伊尊贵，免你身躯无相合，是要。互百体平平受管顾。哥林多前书12章25节甲25节的记载，比较较软弱的肢体需要特别的听护、特别的听甲照顾。譬如讲，咱对咱厝内的即个幼儿对无？咱一定会伫较关心，身躯较软正、软弱定咧破病的，你若会较关心甲照顾，甲伊特别的关心看有共一样。教会团体中间的肢体，有时也并毋是拢非常的坚强。其实讲起来，人拢是非常的软正、软弱的、无完全的。所以一旦拄着挫折、病痛的打击，就真容易伫灰心失志，是跋倒去了后，连心要阁爬起来，即个气力甲勇气拢无。即个时，就需要咱遮的同属肢体兄弟姊妹三扶持、三帮衬，陪伊来行过这段痛苦的黑暗路。有时咱根本就无法度做啥物，也是其实，有时咱根本就啥物拢无需要做。咱有可能就徛伫伊的身躯边，伫来陪伴听伊讲，互伊会当感觉安慰，互伊会当因为边仔有人，互伊当较坚强。电心来点到毋望的火，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呼召咱，就是要伫即个艰难的世代，教会要怎样伫黑暗中伫继续发光。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肢体，拢爱像支点到听甲毋望的蜡烛，发挥各自的功劳、的功效、功能。互相伫照光，彼此互对方温暖甲毋望，更加毋望，互即个细细的亮光会当照光，将这黑暗社会中一拍什么明灯。恁敢知影？我毋知影咱即马庙的若过年讲咧点什么？恁敢知影什么叫光明灯无？
啊，国民党大概若是讲伫即暗淡的社会中，还是讲伫遐行路看无时，安那有一个光甲你安那甲你带吼，互你会当伫即条路会当较平坦、较顺利，会当安那大发财啦，吼，哈，啊是啊要花去的性命会当安那，即个定起安那，互你搁安那搁较坚强吼，是毋是安尼吼？我毋知影，这牧师解说啦吼。到时候即拍电话袂灭，继续发光。所以咱就必须安那同心协力，彼此服侍，互相帮助甲带导。所以其他咱若无参加 RPG 的吼，有咱足侪人阁无参加 RPG 对无？紧来参加 RPG， 互相带导，吼，互相关心，伫你的需要顶面底下来祈祷。敢若有气力的，会当甲你斗相共，就甲你斗相共。安尼是咱教会即个大光，必定会当正在分条火条。伫你引带咱头前的路，伫上帝带领中，互咱搁较得到大的帮助。愿上帝帮助咱，咱三个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摆对你的话，阮三个是主，阮知，阮后部教会正行之辈，因阮今仔日伫遮三个敬拜，拢是体内面的肢体，拢是非常的重要。阮伫遮有牧师。有长职，有干部，有团契，特别团契会长来带领。也是阮伫遮三个聚会组织的正向之辈，主肯你会当互阮伫你的话的顶面，更加来发挥阮即个大家庭的每一个功效，帮助阮的教会伫遐发光，照亮伫这黑暗的社会。伫遐帮助更较需要的人，软弱的肢体，伫遐得到鼓励。主看你特别享受你的气力，享受你的关联，伫阮每一项的心上。看你的圣心啊，充满伫阮，感动阮，帮助阮。阮共同伫遮的努力，拢会当互上帝你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见证。互较侪人因为阮来欣赏欣慕你，来亲近你，归伫你。主，阮的上帝，我一摆将阮本身完全摆咧献上伫你面前，恳你继续带领阮，帮助阮，坚固阮。特别伫苦难中，阮遮兄弟姊妹，主恳你会当带领因行过这段苦难，伫富中会当来分享。会当来关心、帮助遮个需要的人，我一摆将阮本身完全献上伫你面前，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劝勉甲鼓励，也希望咱今年有侪兄弟姊妹参与伫 RPG 的小组以及家庭的祭坛。下面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新圣诗374首，旧圣诗308首，听见救主出声在叫，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救主
请坐，下面奉献，请咱伫酒技术带咱今日的奉献。兄弟姐妹做伙起立。请咱同心来做奉献的祈祷。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阮学了你，你是创造的主，阮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阮若倚靠你，就有快乐；阮若仰望你，就有平安。求主你帮助阮，会当安安结连伫你，由你的话语来光照阮。互阮会对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激励。求你使阮众人有合一的心，会当来同心来服侍。当阮奉献金钱要做圣工的路用，求主你来接纳。阮安尼祈祷恳求，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各位请坐。下面是就灵式，咱时间到，咱做无事。咱只是要举行团，咱请指挥老师哈，咱先指挥老师来啦哈。
咱宪管队指挥吼，咱教会真重要的一个工作吼，也感谢迄个洪伟老师遮尔久长会伫遮服侍，咱来先举行这位老师的就任吼。牧师伫遮来问吼，你要领受宪管队指挥的积分，你有确信即个上帝调兵有也无？你要领受即个积分，你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你要安尼行有也无？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带领引带，阮的圣歌队伫洪慧老师的指导，队长干部协力，阮互咱的圣歌队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伫你的圣会中，伫遮来学乐，特别学乐上帝你的名，帮助阮的兄弟姊妹伫礼拜中间。更加来享受着，敢若像天热的声共一样，透到你的面前，就可以继续带领。特别，阮洪慧老师，伊伫遮所指挥甲指导，阮的圣乐队更加领受了你大大的恩典。无论伫吟诗学乐，特别即疫情的中间，因为吟诗学乐带阮更较大的免疫力，得到更较大的气力。主，阮感谢你，但只是你。搁再一摆带领圣歌队，特别新的一年领受你搁较大的恩典。我来祈祷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后部东会小会的官兵，设立你做本教会圣歌队指挥，就谨慎你本身以及你的所做，常常关心伫即个事情啊，做主的光来应光上帝。咱即时要来颁发聘书。咱感谢洪伟老师真好的指挥好，咱请洪伟老师坐咱是要迄个国团契会长的就任咱请国团契会长来到头前各团契会长来。助理校长今仔有代志所以有请假其他的会长圣歌队、放咧妇女团契。乡里团契、社青团契会长今仔有请假咱下次补就任所以咱来到头前来来5位啦还有谁？俊杰甲伟嘉第二堂好，咱第二堂才来甲设立咱伫遮来誓约你要领受圣歌队队长。抗日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乡里团契会长的积分，恁确信这个上帝调兵是也毋是？你们领受这个积分，恁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本分。恁要安尼行有也无？咱也三甲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借着你的囝，阮的主耶稣基督来设立教会。他们今日组织这个所在，也敬拜阿罗你，特别也设立阮的团契会长。主，可以将所因参名智慧，恁所行所带领，咱会当下伫你的话，特别你的旨中，伫遐来行达，互上帝的名得到高举。主，阮可能你特别互因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拢得到你的看顾甲保守。阮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宣言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后部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圣乐队队长、抗日团契会长、福团契会长、乡里团契会长，着紧是恁本身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即个事，真啊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咱即摆接纳，咱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纳吼。咱来迄个送册啦吼，迄个册拢是迄个詹牧师吼，詹牧师上来，你甲分。迄个孙郎长了，来，新芳长老来分册。咱迄个詹俊奎牧师送咱册啦吼，每年拢送咱册吼，我想真好吼。啊，伊即个册拢非常的熟练吼，现在咱读了对咱拢有帮助吼。好，安尼咱来听到底到底迄只上啊，来，好来看头前吼，来口罩脱下来吼。好，谢谢哈。好，咱下面来掀开咱的周报来，先来读咱今日的金句。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来请。若是上帝照因所爱，将这个体是会安排伫身躯。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来过一摆哦吼。若是上帝照伊所爱，将这个是会安排伫身躯。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也愿上帝祝福这会就任这团契会长。咱来看内面的报告事项，第一项，邀请咱全体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会前的祈祷。主日崇拜的时，请专心敬拜上帝，莫使用手机啊。也新年恭喜，上帝祝福2023年，大家会当蒙恩得福，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今日咱教会也有举行团契就任式，上帝要加添爱心、智慧、能力伫恁的心上，也邀请咱兄弟姊妹至少参加一个团契，伫团契当中关怀、造就、伫服侍当中来学习成长。礼拜后有第二堂的华语礼拜，请服侍同工继续来服侍。礼拜后伫4楼有妇女团契的聚会，内容是练诗，主理是负责长老，也欢迎咱姊妹会当踊跃参加。下晡1点伫教会6楼有召开定期的中级会，请中级团契会长会当第半夜来参加。会后有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步。财务部报告，各团契会计将2022年1到12月的团契项目来整理好，伫1月15后一个主日来交咱查社委员辛怡姐甲怡君姐来查核。也感谢咱兄弟姊妹参加伫昨谢义哲兄弟的安慰礼拜。对，林姐跟伊的查某囝有来哈。那个仪龙要不要讲几句话？啊，讲一下感谢大家的话啦，好不好？还有谁？啊，那边还有2个啊，那个怡芳啊，还有林芝哈，好，也代表来讲几位好不好？来一个代表出来讲个话。
谢谢各位兄姐，多谢各位。我们说国语没关系哈。感谢各位兄姐，我们真的感受到满满的温暖还有安慰。那昨天的礼拜都圆满的完成，那也谢谢各位的关心和带导。那谢谢，也求上帝继续赐福保佑大家，让大家平安，谢谢。好，谢谢哈，谢谢啊。也请咱兄弟姊妹继续为着遗族来关心甲带导。第二项，1月14拜六伫三峡大板根来举办中职同工的训练会，请同工伫早起上午9点伫教会集合出发，10点伫大板根1楼来会合。第3点，1月15后一个主日有女子神学院院长庄淑珍牧师来报告事工的分享，请为着女子神学院来关心带导甲奉献。第4项，本会定伫1月15后一个主日下晡1点来举行咱全教会的大扫除，以团契的单位来分配需要清洁的所在。3楼有圣歌队敬拜团甲控礼，4楼有青少客甲社青，6楼是主日学甲妇女团契。请咱兄弟姊妹将这段时间会当来拨出来吼，来共同来清理上帝的圣殿。长江的邦桥互助会伫下晡1点，伫邦桥教会有召开会员大会。第5项，1月22主日是咱旧历新年正月初1。本会伫上午9点有举行新春青社礼拜甲团拜，请咱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开始，尊主做大，带领咱全家大细来到圣殿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教会也有准备金句红包，要诚做新的一年上帝话语的帮赞甲引带，请咱兄弟姊妹踊跃来领取。第6项，本会定伫2月19主日要召开会员大会好会，请各团契会长召集同工来整理2022年度事工决算报告，甲2023年度团契事工计划甲预算，伫1月22主日来送予咱总务司甲圣达执事来编辑和会手册。第7项，2023年度家庭礼拜安排表甲插花奉献，每礼拜1000清洁奉献，每礼拜1000伫大日后壁的公布栏，请咱兄弟姊妹一年当中至少安排1摆的家庭礼拜，互家庭诚做这段带来祝福。第生日甲结婚纪念日，特别感恩的日子，也为着插花清洁、签名奉献，荣耀伫上帝。第8项，台北中会第72届第100个议会，定第1月初10，拜二上午10点，伫大场町教会召开。咱教会总务司、林牧师、詹牧师也要来前往参加，也请为着这项来带导。第9项，2023年1到3月份的新眼光读经本《迈向新可能》，请一个人带一本回去，会当邀请咱兄弟姊妹每日单独会主，至少开10分钟的时间来读经祈祷，亲近上帝，塑造神国的价值观，让你如鹰展翅，重新得力。咱周报内面有1月13到19日的新眼光读经的金句导读，请咱兄弟姊妹当来使用。第10项，圣经填充题的范围是伫创世纪第8章到13章。
本周的寿星有1月初8的画家，1月初9的翠椒节，甲1月11号的秀清节、寿珠节，甲1月13号的寿星。来，请寿星，请起立。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愿上帝祝福，日日蒙恩得福。下面是更新代祷的时间，请时间交给牧师。安尼，咱只是起立吼，咱特别开声开出来祈祷，不但为了咱的教会，为了咱本身，也是咱代祷的对象，咱拢三个开声开出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听。过去旧的一年，伫你的带领甲引带，互阮平安经过。新的一年，阮直接来开始，靠你特别带领引带经过，帮助阮。新的一年，无论伫服侍，无论行做。无论阮的家庭、工作、生活甲一切，也拢伫你的看顾中来领受。伫阮教会所伫遮设立甲行做，主可能也特别教阮三个地点。阮超找新的礼拜堂，主可能也特别为了阮来备办。阮为着推动即个 RPG 基督小组甲家庭的祭坛，主可能特别互阮无论伫阮的家庭、阮的兄弟姊妹，拢同心一意伫基督中。三个领受上帝你的新力技术，三个领受上帝你大大的恩典甲祝福，互阮无论拄着任何的事项，互阮拢会当因为上帝甲阮三个弟弟来得到更较大的气力，帮助阮行过所有的一切。可能你也特别为了阮的中职团契会长，阮这同工，主可能也特别甲因三个弟弟，无论伫因的工作、学业、功课、生活甲一切。特别伫追求这条信仰的道路，拢有上帝你伫遐带领甲引带，主可能特别帮助，互因也伫服侍的顶面领受上帝你我大的恩典。特别为着因的家庭、因的需要，拢领受上帝你大大的祝福。新邦希望教会开拓时间，主可能也特别甲詹牧师正向姊妹三个弟弟，阮台湾社会的需要，主可能也特别看顾。帮助，要怎样真正互听充满着即个世代。因阮知人伫即个强迫，人伫即个占领、负面以及紧张的社会形态中间，人渐渐伫各方面有侪的病痛、艰苦、紧张，也有侪恶伫担当的事，是毋是有真侪互咱？感谢无应该发生的代志，伫遐来发生。主可能我来一摆帮助阮，来晓悟伫你所创造开始的水甲好，或者的邪恶做的世代，紧紧伫你的大观念下来气杀、气毒、隔离，或真正的听较和平临到伫这阮台湾这个都市，是毋是今仔日的世界？主可能特别带领阮，帮助阮出国，这样兄弟姊妹也看到恁出去来往得到平安，无论恁的家庭、工作，还是所伫遐学习的一切，拢领受你大大的恩典。身躯病痛的，主可能也特别成立圣手医治帮助、照顾恁的需要，恁所需要一切，也领受了上帝你的大大恩典，特别。阮这段年日，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病情，伫咧高升的时，有人看过阮正兄姊妹的身躯甲需要，特别较真正伫因的身躯顶面得到你的看顾、医治甲照顾，特别安慰的手放伫医则上，才医足，特别的恁这。仪容仪方明知甲晚知因的心情，主可能特别安慰帮助，祝的手也放伫因的中间。阮兄弟姊妹伫遮所对你求讨的，
也是阮大岛的对象，阮本身的需要。主可以特别伫基督中也听阮的祈祷，特别伫你的旨中应允阮所对你求讨的一切。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犹原徛伫来做最后的上映394首，这是礼拜特别说。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三永受圣神的帮助，对这甲咱正爱姊妹三个地地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倒，闭会。